定性是伏羲之前，人無姓無氏，群居生活，因為身份不清楚，引致諸多不便。古時中華族群為母系社會，伏羲依各母系嘅特徵、習俗、喜好、專長，定不同代號為姓。伏羲立8部，將人民分工為部中各族群設置標誌，以知識別，稱為氏。制分取，古史考《三王本紀》說，伏羲氏制嫁娶以荔皮為禮，荔皮為2中6皮，寓意結合係指定男女成雙。到咗伏羲時代，社會從母系氏族過渡到父系氏族，群族仍然過着群分亂配，對人類繁殖引發極大嘅危害。因為群分係多男多女結合，亂配係唔理男女是否親屬，亦都可以成親。相傳洪水災劫令人類面臨滅絕，伏羲女媧雖然係指兄妹，為咗異族人類而結合。呢個故事係廣泛流傳於現今嘅中原地區，最遲記載於敦煌嘅寫卷同埋唐代嘅筆記，可見遠古時真係有亂配嘅。無論伏羲女媧會否係兄妹，係伏羲廢除亂配嘅陋習，定下嫁娶嘅制度，不許群分，男女只可以對偶成婚，禁止亂配，同姓同氏不能通婚。漢代古墓嘅畫像磚石中，伏羲女媧以人首龍身嘅形象出現，兩人尾部相互纏繞。歷代畫像以龍去美化伏羲同埋女媧兩夫婦。之子《通鑑外紀》說伏羲始命官以龍紀，控曰龍師，意思係伏羲成立龍師去開啟中華文明。蒼龍紀時亦都把伏羲列為春天嘅龍星，女媧為秋天龍星。化蠶製衣，明董司張廣博物志說伏羲化蠶，意思係伏羲奠蠶生絲，保護自己身體，教人用蠶絲製衣。佢又發覺可以用植物纖維紡織，編網織布縫衣，人有穿着，不赤身露體，得護身御寒，改善咗活動健康、道德文明。製樂器創歌謠，原始人類已知敲擊可以發聲，很早便懂去敲擊為樂。昆崙部族更識用管樂，崙嘅意思就係吹奏樂器，為人帶嚟歡樂。用竹或者桔製管成單笛、排笛，亦有用陶做圈，此器更加添古樸典雅。伏羲又創造弦樂器，廣雅釋樂說伏羲氏膝長7尺2寸，上有27弦。禮記禿禮說伏羲創造嘅弦樂器結構令音色更加複雜，敲管及弦3種樂器結合，音樂從此多姿多彩。伏羲又作獨樂曲歌謠，係中國音樂史上嘅創舉，令文化生活更為豐富。現今流傳嘅伏羲女媧圖，佢哋手持樂器、陶鼓同埋排笛，卻常被誤以為是圓規同埋曲尺。以龍紀觀竹書紀年係中國西晉武帝時喺級郡古墓出口嘅戰國竹簡，其中說伏羲以龍紀觀4字嘅意思就係以要覺得可算做到，龍能做到剛或者伸呢啲工具嘅功能，紀係通紀，雖應轉變波折，也不改初衷本意。觀係積基重責，要嚴格規範操守。伏羲為官者以龍作典範，如龍般多才多藝，不辭勞苦，造福人民。甲骨文龍字嘅造型實是地龍，即係幽隱。地龍於人類出現前已經喺遼闊大地努力耕耘，
中華因而承受佢嘅福蔭。中華祖先並唔鄙視珍護此等小動物，反而欣賞、珍惜、保護並美化佢成為現今嘅形象。孫子勸學篇如子粲喻：忍即係幽忍啦，無爪牙之利，根德之強，上食埃土，下飲黃泉，用心一也。周文王周易嘅天天田以農御官，要秉承伏羲典範，盡忠服務社稷。分治九州，竹書紀年有說伏羲立九相，六佐治九州，因為部落興盛，人口繁衍，多族歸心，地域廣大。若果仍然由氏族管理，首領眾多，而並非全有德才。若果意見不同，便難合作成事。伏羲把領土分為9個區域，後世稱之為九州，每州一相。相係要了解州內狀況，作妥善管治。每相再得悉專門事務嘅六佐去輔助。伏羲把管理職務分工同系統化，從此管治效率更高。建造屋爐，墨子節用中說：古人因幽靈掘穴而處。易經繫辭傳下說：上古穴居而野處，後世亦聖人亦之以宮室。可見遠古人類進化群居，最初棲身野外，發展到覓洞穴、建樹屋。到氏族社會嘅時候，人先挖掘半地穴，在上搭建草縫，成半地穴式嘅建築。約7000多年前已經有簡陋嘅居室。甘肅人民志說：伏羲氏命大庭氏主居魯，為民居住。伏羲統一東部嘅族嘅群團，於東部平原建最初嘅宮室，成為最早的郡。近年於秦安大地灣遺址發掘出241座平地式嘅房屋遺址。西漢陸賈生語：天下之民穴居野處，未有室屋，則與禽獸同域。於是皇帝乃伐木構材，建作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避風雨。由穴居至宮室嘅發展，實係經伏羲同埋其族人嘅努力創展，到皇帝而大成。從此群居安定，可以互相照應，同心協力，再獻新猷。遷徙定居，伏羲幫助部族得到豐厚嘅資源，安居定所，逃避侵略，常要不斷遷徙。大地灣遺址下層出土嘅彩陶為伏羲文化，考古家稱之為仰韶文化。發源地係天水，多個地方發現不同時地嘅仰韶文化，大致勾勒出伏羲文化嘅傳播路線同埋時間。由甘肅、天水傳播到河北新羅，傳播時間到歷時2800年。有分支向西北方向遷徙，越過黃河進入河西；另一支向南翻越秦嶺到四川，再向南遷徙進入雲貴。遷徙過程之中，與其他部族交好，將先進嘅文明科技傳播到黃河中嘅下游嘅地區。伏羲同佢創嘅百步經多年努力，中華發展成有高度文明、超卓科技。其中部族昆崙秉承伏羲壯志，仁義為本，崇尚和平，樂善好施。伏羲成就昆崙，而昆崙如何興盛擴展中華呢？下一講再談啦，下一講見。